也考验着骑士对机车操控的稳定度与团队默契。训练过程真的非常辛苦哦。你再仔细看看，最后一排的机车手都是由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军事官担任的。真的耶！感谢这群辛苦的宪兵同袍，请大家这一次举起你们的双手，给他们热烈的掌声。现在进场的队伍就是我们的台湾英雄车队。首先进场的是世大运冠军选手，今年的拿坡里世大运，台湾总共拿下9金、13银、10铜。4辆悍马车上的选手，分别是网球及空气枪项目的选手以及教练们。你们是世界第一定，大家给这些金牌选手掌声鼓励。接下来进场的是世大运游泳选手以及教练们，还有跆拳道的代表团。光是跆拳道，咱看到即马通过率领大约是台湾英雄的车队，这英雄车队真厉害，这体育选手拢是真的哦，拢是金的哦。伊拢是世界第一等。是，拢是看到讲这是今年伫咧世大运的冠军的选手。总统头拄嘛是甲因比伊来甲因比战，甲因下手，啊，搁有世大运以外，咱看到讲U11 team，啊，搁有 U12，这是世界棒球队，这囡仔冠军，你甲看，展现出台湾人团结的精神，用心认真拍拼，将体育发挥到上界，全世界拢会当注目。尤其因的身躯边，阁有教练，阁有行政人员伫后壁咧做后盾，这才是会当摕到金牌，大的功臣。嘛爱大家用呼声来鼓励这热情的对台湾国家代表队去世界车评的棒球的选手。是因为今年咱伫咧 U12甲 U18的世界的棒球比赛，咱的台湾队拢摕到冠军哦，真正台湾囡仔真牛，真厉害。搁坐落来，咱下面搁伫咧车队顶头会继续看到体育署，无论讲精英体育还是全民体育，拢真用心伫咧发挥。搁有国内基层的棒球，嘛有真好的成果。尤其这真杰出的运动选手，毋是讲今仔日接受大家热手捧啊声尔，因明年啊搁有较重大的任务。是2020东京奥运，即摆伊已经咧拼，已经在咧训练，就是希望讲会当继续为咱台湾争取好成绩。是啦，咱看到这台火车顶头写台湾 baseball， 台湾勇敢自信，坚持到赢。这款的精神，这款的热情，确实需要大家上界大的鼓励啦。你甲看讲，伫咧火车顶头，这个选手嘛真好痱，举手举啊举到翕相。大家你甲翕，伊嘛你甲大家翕。对。画面看起来足古锥的，会当感受到今年的国庆的气氛是真欢乐。是，这也是总统一再伫咧表明的，台湾形形色色各行各业拢有交流，拢会当甲世界同齐起来交流。伫咧火车驶过总统的观礼台头前，咱嘛看到空中已经飘出彩绘。是。每位参加技能竞赛的同学，这是国家的庆典，是重要的大日子，也是这个选手接受公营、接受扑克声的时阵，毋但敢若中华民国台湾的国旗，咱嘛看到讲世界有真侪邦交国的国旗，嘛伫伊脚下后一直来飘扬。表现出政府积极提升节能水准及节能价值的理念。用偌济辛苦，流偌济汗，才有法度换得今仔日的公益。这是台湾人普遍得咱共同享受的公益。因为这个选手
是国家代表队。是，即摆看到的是劳动部的火车，因咧来徛伫顶头的选手，就是头拄咱讲到行行出状元，伫咧世界机能竞赛伫比赛内底，咱拍赢第63个国家，咱排第4名，伫咧世界排有上顶的，所以这读职业学校的这学生囡仔，伫咧国际顶头嘛，互世界看到咱台湾，因今日嘛徛伫咧火车顶头。实在相当的无简单，因为第45届国际机能竞赛，咱看到讲今年台湾得到5金、5银、5底铜牌23个优胜。这少年英雄为国争光，拼出因家己人生一条路，用真济、真久长的时间的训练，才有这款的成果。再来，咱看到的是国军开幕的，你当看到即马这优秀的国军，嘛是徛伫咧火车顶，要接受大家的扑克声。满咱感谢咱的国军，真侪所在，若是有拄着啥物问题，国军拢是头一个动员的。尤其你甲看，国军这台车顶头，唔是干那有男性尔，嘛有美丽女军官。是。现此时这个时代已经行到巾帼不良收买，真侪女性比较男性拢无较输。同款为着国保家卫土付出心血。是，会当看到，即摆现场的气氛真热烈，袂输一个嘉年华会同款。有影，真正嘉年华会火车游行，连免就要来到位咯，免去到世界游乐园，免去到外国，咱连免就要看到台湾国保会所为咱辛苦准备的火车的队伍。是咧拍头阵的是内政部的移民署的火车，因为今年上主要的主题就是多元，还有咱台湾融合。会当继续进步，所以各寡的部分是请新移民、新住民这姊妹仔来唱。即马移民署的火车就拍头阵。观众朋友，你斟酌甲看，移民署的火车顶头有大大粒的芳仔树，这就表示讲是咱台湾。台湾无论讲世界倒一国，只要是欣赏台湾这个土地，会当来这定根，会当亲像芳仔来这做秀。咱相信讲，咱拢欢迎。因摕到台湾的身份证，因嘛心肝真欢喜。尤其火车后面，咱看到讲，遮尔济台湾的蝴蝶，遮尔济新住民所组织起来，无论是火的先祖，还是世家蜜蜂，这表现讲，但宝岛美丽台湾顶头，会当养成后一代未来的走向更加开阔的世界。成长茁壮，并孕育下一代，未来将迎向更宽广的世界。听歌嘴，这是。谢谢移民署的花车。交通部观光局为了推广2019台湾小镇漫游年及2020脊梁山脉旅游年，由观光代言人欧雄组长带领游客漫游全台各地特色小镇，深度体验在地传统文艺、风俗民情与自然生态美景。花车融入各地小镇特色元素与文化符号，并加入可爱活泼的动态讲演手法，呈现小镇漫游的乐趣与美丽。台湾美食真好吃，哦好吃，各地景点都美丽，哦是啊，一起购物好满足，哦好挂酒，温暖人情感动你，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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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Time for you just now，哦哦哦哦哦哦。台湾美食真好吃，哦好吃，各地景点都美丽，哦是啊，一起购物好满足，哦好挂酒，温暖人情感动你，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Time for you just now。谢谢观光局的花车。台湾四季如春，
是美头早丽的但是的宝岛。交通部观光局的火车要展现咱台湾有山有海，是一个好佚佗的好所在。嘛欢迎全世界所有的人民拢来台湾行脚到。搁续落来，咱要看到就是农委会特别准备的火车，这台火车真正有影是火车，有影全部拢会。拢是花，而且伊连即马放的歌嘛是花，是500的你是我的花回忆。蕊。当然，农委会会用花做代表来设计这台火车，是有伊的意义。因为经过品牌管理保护的制度，互真侪台湾有创新、有变巧的农民发明出来新的花材，拢会当得到世界的专利。嘛，真侪国外优良的品种，佮引进来台湾改良，行向世界。这就是农委会这站辛苦用心的成果。无怪人讲一句名言，讲台湾的花赞呐，赞，确实赞。上赞。咱的农民是一直伫咧创新嘛，一直伫咧研发，而且咱台湾种的这花蕊，毋但摕到世界的专利，而且佫有销去海外30个国家。谢谢农委会的花车。原住民族文化是台湾的瑰宝，更是构成台湾多元文化最重要的核心。近几年，原住民族委员会在各部落社区成立了文化健康站，让部落长者们获得良好的照顾。花车上的台湾随路代表部落长者的畅说健康，车上还有原住民族不等元素代表原住民族山海族群文化传承的意涵。这次特地邀请桃园市光复原住民文教发展协会，团体里包含了泰雅族、布农族及阿美族等族群。他们动作整齐划一，精神抖擞，展现出来的活力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哦。请给他们热烈的掌声！会当看到即马现场的表演是原住民的表演，是原民会的火车，会在火车顶头有一只台湾水鹿啊，是要代表讲部落的长老才会时代长快时会当留空间。是，咱嘛看到讲火车顶头有写一个“忠义同乐传承文化”，无论原住民到共省，就是要将家己部落的文化的内容继续传落去。因为咱知影讲台湾的原住民族是咱岛屿的，是全世界重视的文化财产。这回也特别邀请到桃园市光复原住民文教发展协会，内底有台演、有本论，还有阿密斯这族群。因跳出充满精神的动作，展现出来活力比较少年人也无较输。是，原民会的火车看完原住民，走入来是客家，是，客家的火车真水，伊嘛是真有活力。真侪客家的乡亲为着期待今仔日因仔用心计较来训练。咱嘛知影讲客委会、客家委员会，现主是鼓励真侪小商人、少年人倒转去故乡，为自家的故乡打拼，推动客话会当进入公共的领域，建立客话一代传一代，传落去学习的环境。就亲像咱台湾各族群安尼用心的发挥，咱也是全世界头一摆用全台语100%的台语来转播双十节的典礼同款。只有多元的族群共同拢会当踮这块土地顶头得到公营，这是台湾人真正的光彩啦。是你好我好，安尼大家就好，台湾更较好。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客家庄的风景哦。谢梦怡，安谢谢。
谢谢各位会的花车。在台湾，我去过许多地方，发现平静、武陵、富士山这些高山农场非常漂亮。退辅会花车主题是农场放四季，展现高山农场四季皆美景。上头有清静的牧场、武陵的樱花、福寿山的枫树、苹果，用童话音乐盒展现出农场特别的景致。一旁是森林前色及精灵，是由台湾啦啦队国家代表队的成员以奔放的活力为大家补充元气。看到是客户会的火车，伫咧咱即摆高山一个农场，即摆感觉是爱感谢咱的饮料，因用一世人伫遮台湾土地在拼，即摆刷落来，在咧维护咱的环境，互咱的台湾会当成做一个拢侪拢爱来爱佚佗的所在。有影，咱看到火车顶头写一个农场放四季，四季拢是意境。清景的牧场、武陵的樱花、福寿山的枫仔树甲红果，拢展现出台湾各地头农场上界特别的景观。真侪退役、驻役的官兵，点点付出因的心血。咱现主时也应该用上界热情的扑克声来甲因肯定。谢谢退辅会的花车。再来买一百页的火车是建管工会的火车。商业同业工会。咱知影讲，台湾上界要紧，就是爱甲世界同齐徛。咱的经济一定爱拼互出名。中华民国建管商业农业工会、各机会业商业农业工会、各建管投资信托甲顾问商业农业工会，这三个工会做伙来组织一台火车。内底主题就是写一个欢迎资本市场，共享经济起伏。简单讲，就是要互咱台湾钱金卡目。有影，迄款的日子继续拼，就会倒转来。咱嘛会当斟酌看慢慢要驶入来到会场，这只中华民国建管工会的火车顶头，真清楚画一个抢悬的红色的箭头。股票起的意思是。对默契刻印在笑容中，将我放下却已不可，多自由。热血的青春就要痛快的挥霍。下把我绽放光芒，我们是灿烂的英雄，追随着生活是真的，只要相信不会错。不是命运的安排，要我们去放手一搏。Be happy we are not alone。谢谢证券工会的花车。台北市政府的花车，主题是你所未见的台北。由熊赞 Bravo 搭乘捷运，穿梭在浪漫的经典小镇与最时尚的都会之间，带领乘客畅游台北。由2019捷运杯街舞打台冠军与熊赞开心的跳舞，展现台北的热情与创意。欢迎所有的人到台北，尽情展现自我，实现梦想。即马伫个总统府现场头前的是台北市政府的火车，而且因甲邀请到捷运杯街舞比赛的冠军的团体来遮跳舞。人讲到台北，感觉交通真利便，对其实拢爱靠捷运。对，第一就想到捷运，所以咱看到台北足古水的这只吉祥物上站 Bravo 坐捷运，规台火车车头就是用捷运落去设计的。而且因即摆的主题是你所无看到、无斟酌看到的台北。其实台北还阁有真侪所在等你去发掘。对，嘛等全世界所有世界各国的人民来台北佚佗，来台北发掘。
是讲台北是国家的首都，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300年来的古都。是，我嘛感觉讲，刷落来这个台南市政府的火车，台南市我感觉是文化底子足够的一个所在。有影，谢谢台南台北是台湾市的花车宗教文化的中心点，所以小等下咱会看到，包含讲台南中西区的六合景，还有大埔的福吉树，徛伫咧火车顶就是土地公伯啊。你有看到无？现住土地公伯啊，抓台湾的国旗一直来呢。是啊，会当看到头前还有一只虎，就是虎爷。虎爷伫咧咱民间的信仰内底嘛是真重要，所以台南市政府结合这个咱在地元素，拢放伫咧火车顶头。象征台南看到虎爷就得到好气，看到虎爷加钱，大家欢欢喜喜。咱赶紧来欣赏现场上精彩台南市政府火车的演出。谢谢台南市的花车。接下来是世华议员恳谈会的游行队伍。世华恳是由会长古乌龟斯及日本超党派国会议员300人所组成的议员联盟，成立于1973年。为了持续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友好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及观光等广泛领域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今天他们代表日本祝贺中华民国108年的双十国庆，为了表示衷心感谢，特别带领了台北各侨学校的学生一起参加游行。未来也会喊长久以来的自由、台湾共同为东亚以及世界的和平勇敢前行。使看到，这个现场，这是代表日本来祝咱国家生日快乐的，现场的气氛真好，感觉看了嘛真感动，因为有朋友真好，而且朋友过来相听，搁较好。日本甲台湾的缘分讲起来是相当的深。是。这阵队伍头拄仔咱看到是日华议员庆谈会，有300个日本各党派国会议员所组织的议员联盟。甲组织这个团体，今仔日因代表日本来祝台湾生日快乐、双十国庆，还有台湾一条学校的学生嘛做伙游行。是，接落来看到的呢是咱的友邦，是由外交部带咱的友邦，即摆要一一入场。有200几个邦交国咱友邦的留学生，这200几个来自无同国家，包含讲非洲，包含讲拉丁美洲。还有真侪南太平洋这个国家的留学生，拢伊行入来到咱的会场。咱嘛知影讲，虽然咱的邦交国毋是讲介济，不过因伫联合国的大会，
拢相当的相挺台湾。咱中华民国台湾嘛，一直爱要甲世界各国会当合作，为国际社会奉献咱的立场，奉献咱的决心，奉献咱的心力。会当看到因每一个人拢穿着因家己即个国家的传统的服装，手握着咱的国旗入来入场。头早看到总统蔡英文甲主席苏家全嘛，拢是喙笑目笑，真欢喜，感谢这个贵宾做伙来祝咱的国家生日。是啦，咱赶紧来看现场，这来自世界各国祝贺而且少年囡仔热情的表演。也绝不会改变。外交部期盼以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与世界携手，使台湾耀飞。就是要那半天变不了，不准你秒的香槟毛。一起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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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我就是想看你笑。Hit the floor, hit the floor, bounce bounce bounce， 你也就能记住我好。Love me now, love me now。我脑波都想去，所以我手掌来你不懂。I hope the all night party goes tonight goodbye。进来就嗨嗨 tonight， 满手不精彩，so dance dance， 你轻轻抬头放心拍美的笑，跟跳，开始看差不多我跳。Bounce bounce bounce baby， 爆炸力只能至少 hit the floor hit the floor。This bounce bounce。各位朋友、贵宾和现场参与游行的友邦们，来挥挥国旗及手上的旗帜。就算月色比夜色蓝调，眼睛的我们一样陪你跳跳。不想听你说不来，不想唱快歌，太骚路。逼我的爱要let me into you， 你不要，叽叽喳喳不用谁管教。Bounce bounce bounce baby， 爆炸力只能至少 hit the floor hit the floor。This bounce bounce bounce， 就是要那半天变不了，不准你秒的香槟毛。一起 bou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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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 我只是想看你笑。Hit the floor hit the floor。This bounce bounce bounce， 你也就能记住我。谢谢这些友邦的朋友们。接下来由圣露西亚带来的表演《阿佛拉贝》，诉说着500年来圣露西亚人战胜前夕与奴役岁月，最终寻得自由，建立主权国家的旅程。表演者的服装是啦，以咱看到土的色调为主，伫咧舞台，分别象征不同的线路时期啊，这个特别是咱伫祝贺国庆的表演代表阿佛拉贝着。
这个故事咧讲500年来圣罗西亚的人，经过做人的努力的岁月，经过战争，经过盘耍，最后才得到自由，来建立主权的国家，这款的论调。是，所以嘛会使看到讲，因今年专工特别组一团来庆祝咱的国庆大会。伫个游行的队伍内底，因即摆看到亲像孔雀这个部分，因有3色，只有青色，还有蓝色，还有红色，嘿，拢是因的代表色。青色是代表已经茫茫渺渺，失去希望。圣罗西亚因的先民，互人送去大西洋的另外一端。蓝色的海水，互因走向未知的新世界。绿色也代表圣罗西亚，就是海上的绿色的宝石，产生新的生命，正做是美洲的印第安人生长的土地。是，啊，若看到红色是代表勇气甲决心，而且因为奋斗真无简单，得到自由甲独立，所以这个部分对咱台湾来讲嘛是真重要一意义。最重要的启示，咱嘛体会着讲，圣罗西亚因特别带来这个表演，会当了解台湾和圣罗西亚这国有真深的交情，有真深的信任。是。再来看到，这是中华电信哦，真古锥。为什么中华电信的邮差会来，火车会来呢？因为咱即马要科技的世界，4G 无够看，4G 无够看，已经5G啊。所以呢，今年专工中华电信的火车顶头，要甲大家讲，大家准备来迎接5G 的世代。中华电信的火车表示讲，5G 的世代就亲像50年前太空人去到月球同款，这么伟大的变化，所以用太空人来代表5G 的时代，代表讲台湾已经要进展到智能化、现代电脑网络科技5G 的社会了。咱来看现场精彩表演，持续引领台湾升级智能社会。谢谢中华电信的花车，华航60周年，以可爱的彩绘飞机造型登场，上头还有世界知名地标和穿着传统服饰的娃娃，传递细手世界的理念。还有亲切大方的华航空服人员，搭配大业大学热舞社成员，用劲歌热舞传达对中华民国生日以及华航60周年庆的礼赞与祝福。伫咧舞台中央，伫咧跳舞的这个火车是中华航空的火车，会当看到火车顶头也都有咱坐飞机才看会到的哦。空中少爷到空中小姐。今仔日唔免坐飞机，咱就看到中华航空精选上届精英的空服人员，而且庆祝国家的庆典，向大家演唱。尤其华航60周年，这架特殊彩绘飞机。也做出世界真出名的地标，阁有穿传统服饰的红仔，要传达出中华航空飞向世界的理念。是中华航空虽然已经60岁啊，也毋过伊也是真有活力。按现场这个少年家跳舞，就当感受到伊的活力。有影，咱看到这个中华航空火车充满精神的少年家，渐渐献艺。
了后要来退出现场，搁煞伫后壁，无毋对，镜头已经出来了，哦，台湾人上界熟悉的，是讲分酒是无？会当上代表咱台湾开口的。原来就是即个，无毋对，台湾人上界熟悉的分酒的牌啊，吊伫咧柑仔店的。台湾分酒就是英国光美局即个分酒牌啦。讲到看到即个牌啊，我就想到我细汉的时候，真介去柑仔店。哦，讲到柑仔店，我就想到金柑仔糖，我嘴头要流过来啊。你甲看，按光美局行来到台湾分酒。按英国，大家看到即个分酒牌，喙烂道顶的金柑仔糖，行到即个时代，台湾美女已经100岁了。有真侪去到世界比赛，咱台湾分酒光美局开发出来新的酒，代表台湾特色的酒，游玩也是真有名声，也创作出新时代新的口味。是说，若讲到台湾味，一定会想到即个看板。来看现场精彩的表演，嘛是真有古早味哦。尽情挥洒自己的色彩，年轻不要流浪，走出户外，放开你的手拍，阳光也照我不要再等待一起。谢谢台湾烟酒的花车，李玲哦，将我们常常到处拍拍照，搭高铁真的很方便哦。猛超，你说的一点都没错，真的是便捷又快速。现在登场的是高铁的花车，主题正是搭高铁游台湾。车头是高铁的700体型列车，前方还延伸出轨道，代表高铁与中华民国一起向前迈进。花车中央由高铁轨道所环绕的是高铁假期的特色旅程，包括台湾各地的游乐园、节庆烟火活动以及著名的景点。透过高铁列车串联台湾各地的美景及风情。谢谢高铁带来的花车。台湾中油近年努力推动绿色能源政策，并启动智慧绿能加油站，布局未来绿能事业。好多台湾高铁的表演真精彩，所来看到的是咱台湾中油。台湾中油呢，这次摆的火车的主题是绿色能源。设计主体是啦，并过去承载着台湾中油天然烧油出名，现此时已经要陪伴台湾走向绿色能源的环境。咱嘛看到讲，火车顶头有一只台湾代表的海岸，将绿色的能源影响的家园，这种社会责任表明得真清楚。海岸收对世界，收对清气的海水内底去，才有法度用绿色的能源走向国际。用绿色能源，不但是国际趋势，嘛是要保护咱的时势，咱的后一代，把这清气的环境，啊，还有这未来交互这囡仔之后。有影，台湾中油的火车精彩的表演，还有咱大家伫咧加油站时常看会到的中油的吉祥物，绿色的大遮灵，还有舞女做伙咧跳舞，为全民、为台湾这个土地来加油。少年人的热情，中油的心情，伊表现得真分明。精彩表演，咱赶紧来看。
谢谢中油的花车。哎，吴凤，你看，这是首次参与国庆花车活动的台船公司哦。哇，台湾的大船！这辆花车以国造潜舰为主题，加入台船工程专用的350吨大吊车，并搭配花材，呈现海洋意象。未来台湾第一艘潜舰将在2025年下水成军，传承造船，守护海洋。哇，真的是实现国防自主、保卫海象的目标。谢谢台船公司的花车。汉翔公司为了落实国防自主与国机国造的政策，头头看到是咱头一摆参加国庆的火车的台船，台船就是讲即马咱国家的军舰，咱的军舰要搭起。对，国造的唱水艦未来2025年，台湾家己生产头一台唱水艦，就有法度伫咧水底开始起行。这是国防自主，也是保护海面的疆土重大的目标。接下来咱要看到的是汉翔航空，汉翔航空同款是要来展现咱的国家的硬实力，就是国机国造。有影，可能对着汉翔航空这4字，大家无一定足熟悉。不过今年9月份才出厂的中英高级教练机，大家伫新闻媒体顶头就看会到，这是国防工程设计甲制造的实力，清楚来表现出来。精彩的表演节目，咱即马赶紧来看。谢谢韩翔公司带来的花车。金门酒厂连续4年在国际烈酒大赛勇夺好成绩，今年58度金门高粱酒再度获得年度最佳白酒。金门高粱真的是我喝过最好喝的酒。哦，金门酒厂为台湾争光，将带着这份荣耀跟世界干一杯，赞扬美好的台湾，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Enjoy 转一笔。即摆现场看到哇，真大支的酒干啊，高粱酒。是。咱看到讲金门酒厂今年原来特别带动一台火车要来替台湾祝寿，赞扬美好的台湾。当然，金门酒厂
讲到金门，大家自然就会想到这支高粱酒，这已经行向世界，嘛是台湾一种的光彩啦。是另外一款的台湾味，无酒甲高酒、麦仔酒会想到美女，啊，即马若是高粱酒，就是咱台湾高酒同款的台湾味。金门小酒庆祝中华民国咱台湾生日快乐！这个表演节目了后，结束了后，刷落来开始进入咱台湾的谢谢金软门酒实力厂。。即马咱的信仰，咱上重要的人民伫咧心头，大家拢有一个上重要的力量，就是咱的信仰。是啦，咱看到讲开始行入来会场的是台湾首庙天坛，就是咧拜天公。拜玉皇大帝的天坛，台湾首庙天坛原来为咱准备一只火车，主题是龙庭盛世，台湾耀星，用地球用一尾龙将天公炉箍起来，各祈求天公保庇的信象，表现出徛起台湾连接世界，尤其佮结合台南市真侪美丽的花草。尤其由东方艺术团所带来的跳高阵，这也表现对玉皇上帝至高无上的尊敬甲崇拜。台湾首庙天坛是头一间香火正旺的天公庙，因那参火车嘛有精彩的演出，咱即马赶紧来看现场。谢谢台湾首庙天坛。每年的大甲妈祖绕境是台湾年度的宗教盛事，也经常跃上国际媒体。大甲镇澜宫自古以来就是台湾妈祖信仰的重镇，花车上摆设八角吠轿，以及从庙里请出了妈祖与千里眼、顺风耳神尊出巡，护佑台湾。哇，还有真人妈祖表演哦，保佑台湾五福同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谢谢大甲镇澜宫。接下来的北港朝天宫，主这祀个玉天上皇大圣母。帝天公伯啊，这天公的火车、天公庙的火车过去了后，头拄看到是大甲镇澜宫是妈祖婆，刷落来同款是北港朝天宫，嘛是天上圣母。是啦，伫咧民俗专家的研究所了解，因为妈祖伫咧湄洲是海神，是保庇讨海掠鱼的人，平安唔通犯风。不过来到台湾了后，清朝的皇帝册封伊，号做天后娘娘，伊也已经伫台湾变做是福神，就是保平安、添福寿，所有台湾人诚心敬拜的神尊。是，所以头拄咱看到是大甲镇澜宫，即马看到的是北港朝天宫，而且
会当看到因的火车顶有一尊真大尊、悬的妈祖。尤其佫看到火车顶头也有全台湾唯一的真人的艺果。咱知影讲艺果名花顶，现主时真济拢是用大，毋是真人徛伫咧顶头。即马北港的交通宫为咱带来传统的民俗、真人的艺果，也是真珍贵的无形文化的财产。是，咱嘛爱感谢讲众神护台湾，有影，互咱台湾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是啊，咱台湾人嘛真骨力，继续拼，所以咱台湾会愈来愈进步。即马咱就来看现场精彩的表演。谢谢北港朝天宫、紫南宫以慈祥的土地公、土地婆作为主题，搭配着发财金文化，也就是金鸡母、金鸡蛋、金币以及金元宝，抱持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回馈心，祝福人民福德圆满，台湾经济共好。土地公、土地婆是自南宫之宝，宫中最特别的福德金，还有海运金鸡，要祝福国人事业顺利，财运旺旺来。今天要将土地公的福气，还有金鸡母所代表着财运滚滚，带给全国大众。祝福大家不止福气满满，更要与台湾一同荣耀世界。现在进场的是新北市的壮军高职表演团队，在王传亮董事长及林淑贵校长领导下，是一所以技职教育、精彩的火车已经要结束了。上尾啊，这个火车是竹山指南宫拜土地公、土地婆因做主题的火车。这个火车顶会当看到一粒大粒的金电灯。咱嘛知影讲土地公、土地婆就是咧保护大家有财力、有财运。嘛感谢众神众神护佑台湾，互咱台湾四季如春。人讲有风无台，有雨无灾，风调雨顺。感谢众神的护佑。是啊，接下来精彩的表演是真有活力的，这是中景高职的学生囡仔来表演，咱来看现场，这个少年家有啥物精彩演出？表演艺术科为全台湾最大的艺能科技，拥有戏剧、魔术、流行舞蹈、综艺主持等多元表演类别。这次表演汇集时下流行街舞，还有台湾流行音乐歌曲，加上场上同学动感的肢体，还有丰富的神情，展现出年轻人的欢乐气息，为台湾注入了一股更清新、更有活力的青春气息，欢庆中华民国双十国庆生日快乐！接下来呈现的是同性恋队形，壮军高职拥有6类12色，在多元的学习环境下，能公转夹击，是所有第一线的老师持续关注如锦旗。
性教学内容下的成果，就像融合许多族群的中华民国，也在国人共同努力之下，吸收世界，团结一心，展现出屹立不摇的民族自由精神。现在，请各位贵宾将目光移至总统府正上方。IDM 战机与 AT3教练机现在已经对正观礼台，以5机大雁队形从上方会当看到即马画面顶头今仔日上间精彩的 IDF 甲 AT3的教练机已经飞过总统府的头前。尤其观众朋友，咱真足看，教练机会放出5彩色的彩烟，这也是真难得、真稀罕会当看到的镜头。5只教练机摆出大只宏大的形体，飞过总统府的顶头。好酒斟红茶，这就是今仔日上届大家注目的焦点。等待这么久，要看这么美丽表现台湾精神的这一幕，实在感动，实在迷人，实在让咱心肝头真烧热啦！让我们这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感谢今天所有的参与者。中华民国中书记各界庆祝108年国庆大会到此圆满成功。感谢空军第3联队与雷虎小组带来精彩的表演。非常感谢总统、副总统、副总统夫人以及贵宾们的莅临，请全体贵宾还有与会人员起立。谢谢总统莅临。感谢海内外贵宾、参与的各级长官、机关、单位、团体、表演学校同学们，维护安全的军警同仁以及所有的工作伙伴们，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请中央区以及南北观礼台贵宾依大会手册指示方向离场，也请与会所有机关单位、学校依指定方向离场。俺黑替丽玲，我是许丽玲。我是凤，在此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2019吸收世界。会
台湾要飞。会当看到今仔日的大会顺利圆满的结束，总统蔡英文也个一个贵宾嘛，到尾离开现场。嘛好，刚才今仔日的天公伯真疼惜咱。有影，咱真感谢天公伯的照顾，咱嘛体会讲总统所讲的，中华民国台湾是咱全民的共识，上官地落这块土地来打拼。嘛是感谢讲乡亲，伫咧3点外钟，咱互相做伴，来祝咱今仔日用咱的母语来祝咱的国家今仔日生日快乐。我是吴国清，我是柯幸珠，明仔载每年讲这个时间，咱再会，咱再会。多谢。